好，咁嚟到第12題咯喎，一架車咧就以平均速度啦 （average speed） 啦，travel for 60個 km/h 就用咗18 minutes 嘅。然之後咧，佢就降咗速，個平均速度咧就變咗40 km/h 啦，就行咗27分鐘嘅。咁就問你全程啊 whole journey 嘅平均速度係幾多？咁都係用翻距離除時間啦。OK，距離除時間咧就係、我哋行咗幾多距離啊？就係60啦，乘以18除60，呢個係幾多個鐘？OK，呢個係個速度，然後再加後面啦，40乘翻27除60啦，呢個係總距離。OK，total distance，total distance 除翻個時間，時間總共用咗幾耐啊？就係18分鐘同埋27分鐘啦，咁啊除60啦。咁你計到最後答案啦，我頭先計咗啦，答案就係48嚟嘅，答案就係 A apple。OK，48個 km/h。